台湾地加迄面总咨询用心设计真济精美的简报来咨询，其中讲到北归人的部分，因为农地政策甲陆军轻航基地双双造成地方发展受限制，所以台湾提案要求市府比较南赛道文化园区，将农村三合院甲旧式建筑规划成文化部落。尤其是宝西区的红霞厝，爱护时代风华再现。如果说我们一些老厝要把它保留下来的，我们市文化局这边也有这样的补助的经费，只是我认为这个可能要去持续的推动，可以让更多人知道说，我们其实我们整个北西宝西区哈，在红霞厝哦，其实是一个很棒的古迹，也可以让小朋友多认识、多了解我们这个红瓦厝是怎么来的。所以是不是说？市长可以拜托你，我们北归人这边未来是不是可以来协助我们，要怎么样来持续发展？因为北归人这边只能是文化得到了，你这边是有什么样的想法？是不是可以来协助我们？特别印象深刻的就是你在上任的第1年就一直特别提到了北归人，所以说将来在未来市府的这个施政，在对于归人的这个部分，我们可能会比较倾向于，譬如说。人文的北归人，对，没错，产业的南归人，是这一部分呢相得益彰，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。好，谢谢市长，好，谢谢。针对北归人甲科观客研发，台湾嘛呼吁推动观光发展有休闲的步道空间，所以要求整治乌七桥。对此，水利局长表示，该步道由第6号船桥所管辖，去年已经专案设立改善，同时嘛欢迎来加强杂草清除问题。台南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。